水的特性：水沒有顏色，沒有氣味，也沒有味道。水會向低處流動。水可以給予物件浮力。水有表面張力，令水面呈拱形。水會產生壓力。越深水的地方，水的壓力越大。水的三態：水有三種不同的形態：水是液態，冰是固態，水蒸氣是氣態。冰有固定的形狀，不可以流動。水和水蒸氣沒有固定的形狀，可以流動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不同形態的水有不同的用途。例如水可以飲用，冰可用來保鮮食物，高溫的水蒸氣可用來煮熟食物和殺菌等。水的形態會因溫度的上升或下降而改變，而這改變是可以逆轉的。冰遇熱可以融化成水，水遇冷可以凝固成冰。水遇熱可以蒸發成水蒸氣，水蒸氣遇冷可以凝結成水。